即摆高雄市政府安排老大人逐步欢喜宴的预防车，现场有音乐演奏以外，即摆还有歌戏通好看哦。这笑诼剧情结合着防疫观念，有的老大人自煞了后，搁留落来看歌戏。 老大人来学校做新冠肺炎的预防车，台顶煞有戏团在演出。高雄高山高中注射站的现场安排这出笑诼的歌戏，专门要互来注射的阿公阿嬷看。你可知影？倒类台有新的规矩？倒类台有什么规矩呢？第一，要爱戴口罩。咱来当把这个防疫须知，也是讲这防疫的概念，加入戏内底，是不是达到说，不是干那娱乐，可以当达到教育的功能？ 台顶表演的是明华园天地戏剧团的演员，剧情佮对话真轻松佮笑诼，而且嘛结合即马防疫佮注射的观念，老大人看甲笑嗨嗨。其实因揭开一暝时间编写剧本，拢无排练就上台，而且每一个演员拢挂喙暗演戏，嘛真细腻，爱保持距离。做歌也做啊久吼，我第一届戴着口罩演歌在戏，虽然呢。 淡薄仔无习惯，但是究竟阮是演艺人员，徛伫舞台顶，该表现啥，该做啥，阮会尽力做。其实这几天伫注射站，市府安排真侪表演，用音乐来陪伴时代。虽然这阵仔有老大人甲家属会丢毒敢爱注射，这摆请在地歌戏团来搬歌戏，是希望老大人安心来注射兼看戏，注射看煞心情轻松，倒转去。记者邓家文、刘伟做高雄报道。